喺呢個日益複雜嘅世界裏，我哋認知到純粹嘅學業成績或者高智商已經唔再係孩子未來成功同埋幸福嘅保證。真正嘅準備係在於培養佢哋應對挫折同埋與人協作、面對選擇時嘅核心能力。呢啲就係軟雙 SQ。SQ 軟技能雙數，包含 EQ 嘅情緒智商同埋社交情感技能，亦都包含咗點樣深刻咁樣認識自己、同理他人、有效咁樣解決生活中各種嘅問題。研究再三證實，軟實力雙數能夠顯著提升孩子嘅創造力、長期嘅情緒管理技能同埋與他人建立尊重連結嘅能力。好多人以為呢啲能力係天生嘅，但係事實上面，大腦喺童年同埋青少年時期具有高度嘅可塑性。孩子並非與生俱來就係數學人或者創意人。呢啲關鍵嘅技能，例如批判性思維、同理心、解難能力、適應力同自我肯定，係完全可以透過練習同埋日常經驗嚟培養或者強化。然而，當前嘅教育氛圍就着重學術知識同埋考試分數。喺面對現今世界嘅挑戰嘅時候，孩子往往缺乏必要嘅心理韌性同埋溝通技巧。因此，我哋獨創咗 SQ 8環模型，從欣賞、創建、聯繫等等8個維度，提供一套系統化同埋有跡可循嘅培育藍圖，並且透過線上評估同埋 AI 課堂實用工具，將 SQ 教育無縫咁樣融入學校裏邊，培育孩子嘅軟技能，就係投資佢哋一個更健康、快樂、豐盛嘅未來。因為我哋堅信孩子從小培養 SQ， 未來更有選擇。